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讲，田螺甘水过冬，意思就是田螺甘一点点水，就会当渡过寒天，比做艰苦来度日子等待时机的意思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过，嘛有人读做过第三条，读过这是读鼻音，这个过就有经历的意思，咱讲经过、通过。另外嘛有度的意思，像讲度日子，咱讲过日子，嘛有过年过节。另外这个过嘛有一届一摆的意思，像讲这一届有人讲这过。另外这个过嘛有达成的意思，像讲考试有考过甲考无过。另外还有后一个，像讲后一个月，咱讲是过月；后一日，咱讲过日。也还有交订，有人讲是过订；较早话人，有人讲是过人；若超越，咱讲是超过；新生出来皮，咱讲是过皮；捌做过什么代志，咱讲是捌做过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过，像人讲做过，也还有一个咱较常听到的鼻音是挂，像咱讲艰苦做挂，也就是足艰苦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过面代表是过关脱离危险，平安通过。另外第二个词摇过机，意思就是摇过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登山队伫关山发生意外，经过救援队全力超找，好的家在拢救到，敢若摇过机尔尔，代志算是平安过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咱较常用到的鼻音是过，也有挂。另外文音读做过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